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10次临时会听事委员会3号下午，伫议长郭信良的主持，包括听事委员李中琴、蔡玉辉、吕维印、郭宏仪、许佑仁、甲罗坤福拢共同出席。市府方面，则是由副市长戴谦、带领秘书长方进成、甲民政局长江玲煌共同出席。会中确定立定表的草案，将对1月5号召开。毋过当中因为蔡玉辉建议，依照议事规则，伫开会前5天必须要通知议员，后来经过议事主任的说明，议长表示，因为进前政党协商拢有共识，因此按照议事日程5号来召开。我们说有临时性开的会了我是建议上好是卖了，咱也是照5日来党团协商当初可能无考虑到讲。咱的议事规则所定的5天，所以临时性召开的会议免受5天的限制，这样破坏这个制度以后会没完没了。我还是建议大家是不是要慎思考虑，咱卖有啥物特例无议长的权利当然是会使啦，要不要决定咱这开初3、初5要开，还是要照咱过去的惯例，拢无啥物议长，可是拢照规定。莫有啥物紧急性、临时性的，紧急性是无下啦因为咱会当到10月，临时性是刚有需要。如果这个例开落，以后大家拢会讲临时性很重要，我要深入电路很重要，无受程序的限制，那程序委员的设立就这个法定效力就荡然无存。会议是属于紧急性，还是属于临时会？临时性是符合法令的，你刚刚只是念法令而已。对啦，你都来对我们政党协商就已经大家已经都通过要开临时会了，就不要在这边讲这个，麻烦一下，拜托了哈。本次临时会定于1月5号到1月14号，会期10天，在永华议事厅召开主要是继续审本市110年度台南市总预算及附属单位的预算案。台南市111年度总预算加附属单位的预算，因为还有几个局处还未审完，包括研考、文化、劳工、政风、法制、社会甲民政等一个局处。为了避免人数不足而散会，会中听事委员嘛建议，希望所有议员拢会用准时来开会。而且发言的时，尽量避免无必要的政治纷争，和预算会用的早日来审完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